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讲，人40多年看海要来找亲人，成功的几率有偌济呢？台湾甲美国伫咧军事合作的时期，有袂少美军甲台湾查囡仔小意外，嘛来大不倒。但是美国军撤离了后，真侪囡仔一出世，根本唔知影爸爸是谁。讲像这款的囡仔，伫咧台湾大约有600多人。都有一个自细汉伫咧苗栗大汉的阿中，都是参爸爸的名都唔知影。所以这边安怎找爸爸，当然是一个真大的难题。你好，我叫曲万中，住伫迄个苗栗。台语讲甲真简单，伊是台湾出世的阿中曲汉中，皮肤乌乌，看起来亲像外国人，成长过程遭受异样的眼光。黑人牙膏啊，同学叫我洗那个米水，我就尝试着洗那米水，但是一直洗不干净。不少人呢被送到幼幼园，一直到高中才被养爸接回来做伙生活。20当前结婚有查囝，伊想要找囡找老爸，原本以为无机会找到，想要到看海 DNA 比对，也个真正阿中找到爸爸甲兄弟姊妹。爸爸不知道我那个妈妈她已经有身孕了，非常惊讶，连那个姐姐都很惊讶。美军驻守台湾的时期，甲台湾的女子所生落爱的结晶，因为美军撤离，有袂少囡仔出世都唔知老爸是谁。像阿中咧，伊是台美混合的爱诺狗，有登记的大约600多个人，看海找亲之路成功的是非常少。